后礼拜就是过年啊，咱台湾花草买卖上界大的所在就是中华参买，即阵是上界无用的时阵。业者表示讲，虽讲受到这天气影响，今年花的产量含种类拢减少，但是这饲草好，生理甲平常时来比是加倍3倍。民众开车载趁过年前来买花，转去庄塔厝内，除了红的、黄的、喜气色水的花受欢迎，代表大吉大利的吉仔，好彩头的菜头，阁有旺来花，嘛拢是年这时啊，民众真介意买花草。旺来花，迄个象征呢，就是一个过年旺旺旺，嘿啊，我是真爱花的人士。这花真济，店头嘛足济，若来这行行的吼，安尼看看的，迄种心情感觉足好的。中华参买是台湾花草买卖上大的所在，业者表示，今年寒冷温度低，花大较慢，量甲旧年比减了一半，但是饲草好，即几冬嘛加袂少少年辈人客，过年的销路甲普通时啊比加倍3倍。高价位的卖的有一点比较钝一丝啊，但是这一些中价位的卖的缺货。以前这花是消费品，但是阮有发觉，自从疫情了，这花真疗愈嘛。就变这必需品。天候的不稳定，要开始变冷的时候，一口气冷下来，所以说有很多都来不及长大。应景的花卉啊，拢足水的。啊，佮今年的天气较凉冷，愈凉冷对咱的花的好处就是讲咱的花期会佮加较长。所以讲互你这个过年啊逐工都有花。参买公路花园协会表示，今年虽然天气寒，产量有较少，但是花的价数无啥起，尤其温度低，互花的品质搁较稳定，开花嘛会当挡较久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